根據聖經而推理，其中有一個段落咧係專門針對三位一體而發表咗好多嘅反對嘅證據。咁我哋咧嘗試逐一去睇。咁我希望每一個嘅短片咧就係解決佢哋其中一條嘅問題嘅。佢哋引用咧馬可福音第13章32節，根據和合本，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，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有父知道。跟住佢哋嘅問題就係括住呢一度啦。如果父子聖靈是平等的，共同構成一位神，這節經文就有問題了。有些人聲稱只受制於自己的人性而不知道那日子，那麼為什麼聖靈也不知道呢？咁唔知道大家咧見一節經文，平時睇聖經或者係主日學嘅時候，有冇一啲嘅深究或者討論下啊？父子聖靈都係同等嘅時候咧，又係全能全知嘅時候，但係呢一個位咧，似乎真係有個表面嘅矛盾喎，唔知你可以點樣去回答嘅咧？咁咧喺今次嘅短片入邊咧，我就嘗試用3個嘅步驟。咁喺第一 part 咧，我哋會做嘅咧就係根據上下文而處理。第二 part 咧就係去睇下，即係佢哋所提出嘅嗰2條問題，知唔知道聖靈都唔知道，又可以點樣回應？而第3 part 咧，我就會根據佢哋嘅邏輯附送多一條問題俾翻佢哋去解答嘅。咁我哋先睇下第一點，根據上下文喺馬可福音嘅第13章嘅32節至到33節，唯有父知道，你們要小心，要保持警醒，因為你們不知道那個時刻幾時來到。原來耶穌基督咧呢度提到咧係你哋不知道，係講緊因為你哋不知道。點解耶穌要提呢一點呢？上下文不斷重複乜嘢呢？就係咧，你們要小心，要保持警醒。講咗一次咯。好啦，去到第34節咧，又吩咐看門的人要保持警醒。跟住第35節，因此你們要保持警醒，因為你們不知道家主什麼時候回來。跟住喺第37節，你們要保持警醒。其實耶穌嘅目的係乜嘢呢？就係佢說話嗰刻在地上去做傳道工作嘅時候咧，佢都唔知道。呢個係耶穌說話嗰個嘅重點所在。耶聖咧就提出個觀點，就係既然耶穌唔知道，咁佢咪唔係全能嘅神咯？咁咧，大家當然都可以參考呢一本腓立比書嘅內容啦。咁佢喺個嘅都詳盡少少去解釋喺腓立比書第2章嘅6至8節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同等，反而倒空自己，取了奴僕的形象，成為人的樣式。既然有人的樣子，就自甘卑微，順服至死，甚至死在十字架上。喺經書入邊咧，都話俾我哋聽，倒空咗啲乜嘢呢？很明顯，詩歌直接嘅語境咧顯示，他倒空的是與上帝平等的地位，自甘卑微，反而倒空自己，包括咗降卑成為肉身與順服至死。第2點嘅內容咧就係話，咁佢會問到點解聖靈都唔知呢？我哋會睇嘅經文分別係約翰福音嘅第14章16至17節、14章嘅26節同埋16章嘅13節。係當耶穌說話做緊傳道嘅日子咧，聖靈仲未嚟到信徒群體嘅當中啊。真理嘅聖靈嚟到嘅時候咧，佢係會帶領門徒進入真理。喺哥林多前書第2章10節，因為聖靈測透萬事，連神深奧的事也測透了。咁同樣地，即係咧，除咗神嘅靈，有冇人知道神嘅事？聖靈佢聽到從天父而嚟嘅真理，俾所有嘅信徒去認識。係耶穌講過，你哋要保持警醒，或者天父嘅心意，耶穌嘅心意，其實都係想信徒持續保持警醒。咗耶和華見證人，我哋又可以帶到一個咩嘅問題俾佢哋去思考呢？就係喺啟示錄嘅第19章12節，身上寫咗一個名字，這名字除了他自己，沒有人知道，
新世界譯本嘅英文，無論係舊版2001版嘅漢語譯本，或者係2019年嘅修訂版，他身上寫咗一個名字，除了他自己，誰也不認識。佢嘅字眼轉咗啊！呢度唔係用知道，而係用認識。但係當我哋睇翻希臘文嘅原文，喺馬可福音嘅第13章32，同埋喺啟示錄嘅19章12節，其實都係用緊同一個嘅希臘文嘅片語 Udis Eden。咁 Eden 一個嘅動詞嘅完成式嘅時態咧，其實係嚟自動詞 ida 或者用神學院嘅讀音係 oida， 知道嘅意思。而新世界譯本嘅英文版本咧，都係寫住 that no one knows。啟示錄19章12節 Nobody knows 係馬可福音嘅13章32節。睇到啟示錄19章12節話，只有耶穌知道，除了他，沒有人知道。我哋會唔會攞住呢節嘅經文，跟住去反問下？咦，全能嘅上帝天父，你都唔知喎，咁你仲係咪全能全知嘅上帝？你仲係咪嗰位全能者啊？我哋會唔會因為呢一節嘅經文記載而特登去質疑上帝呢？耶和華見證人朋友，你會唔會咁做啊？就將呢個問題問翻佢，我係用緊耶和華見證人你嘅邏輯。喺馬可福音第13章32節話，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，唯有父知道。因為咁樣，你哋就質疑耶穌唔應該係全能嘅上帝。咁同樣道理啦，喺啟示錄嘅19章12節一度講到呢個名字只有耶穌知道，咁天父知唔知啊？如果根據個邏輯，天父咪唔知咯。咁你會唔會順理成章去質疑天父係咪全能者，仲係咪全知嗰位啊？好，咁希望咧以上嘅一個解答，一個處理咧，可以話俾你聽，我哋咧對耶和華見證人提出嘅質疑咧，其實可以根據聖經嘅上下文。最後啦，就係咧我哋用翻耶和華見證人自己嘅理據，攞翻同一類嘅經文，啟示錄19章12節嘅時候咧，佢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去質疑上帝本身呢？希望以上嘅解答咧，都幫到大家點樣去同耶和華見證，按照佢哋嘅邏輯去帶佢哋去諗佢哋所諗嘅問題，係咪本身轉咗牛角尖呢？好，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下次見。